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Evan，聽日就係我嘅生日，28歲嘅生日。28歲，大家聽起嚟係咪好恐怖啊？我18歲嘅夢想就喺中環度安安分分咁做個打工仔，然後喺銀行界飛黃騰達。相反之後我就嚟咗韓國，18歲嘅我點都唔會諗到我會嚟韓國創業，亦都會嚟韓國度拍 YouTube。今次想同大家分享我28年究竟學到啲乜嘢。一件事咧就係聽歌嘅話咧，盡量校細個耳機。聽落去好似好小事咁，但其實喺25到28咧，我覺得自己有少少撞聾，成日都聽唔到人哋講咩。如果你一定要捱夜嘅話，你就盡量唔好空肚。無論你喺屋企煮碗粥或者出街 7-Eleven 買一啲嘢食都好，捱完嘢之後你唔飲水有空肚嘅話咧，起身係超級難受。第三樣嘢就係生存要快，生活要慢。每一次我緊張咧，我胃就會唔舒服，嚴重到咧我係可以一個星期裏邊有幾日係凌晨3-4點扎醒咗。我都睇過好多唔同中醫啊、西醫啊照過胃嘅，一切正常。我記得有一次睇中醫嘅時候咧，醫生突然間停低同我講話，工作可以快，但係生活要慢。尤其是香港呢個社會咁繁忙啦，咩嘢都要講求快嘅時候咧，更加要提醒自己生活係可以好慢。第四樣嘢咧就係冇嘢係完美咁樣開始，無論係我做網店或者拍 YouTube 嘅時候，一開始做嘅所有嘢都係一股衝動。大家見到我早期嘅片其實冇乜剪接啦，都冇乜講嘢。原來拍片係可以咁難，人係要不斷咁樣鑽研咁樣上去。咁你雖然我而家唔可以話我喺鏡頭上好自在，但係至少我可以同大家講到嘢。我記得我小學嘅時候有個教會嘅朋友就同我講，冇錯，因為我媽兒信教，所以我細個嘅時候係會返教。有個教會哥哥同我講話，呢個世界咧所有嘢都係60分咧就可以起行。即係譬如話你考車牌嘅時候，60至70分就已經可以合格個筆試。呢個世界唔似學校咁樣，佢唔係要求你盡善盡美，更何況好多考試其實都只係得合格同唔合格。做嘅第一步就係一個好嘅開始。第5樣嘢就係請你用適合自己嘅方式去生活。我哋喺 YouTube 度咧會聽人哋講話，我係晨型人啊，我係夜間人啊。之後咧我都風魔過好多 productivity 嘅 video 啊。咁我就覺得自己如果可以早上起身嘅話咧，我就可以控制我一日㗎啦，我就會好成功，我就會做晒所有嘢。最後因為我瞓唔着，所以日頭嘅時間係超級攰，早唔到起身嘅時候咧就會好內疚，非常咁樣折磨人。所以後尾我都冇定義自己係晨型人啊、夜間人。即係我覺得如果有嘢做嘅話，你咪夜啲瞓咯；冇嘢做嘅你咪早啲瞓咯。係人都知早睡早起係好，但係真係實施落嚟嘅話咧，即係有幾多個人可以做到嘅？我細個時候咧，我係親眼見住我家姐永遠都係凌晨1點溫書。咁佢但係佢每次 biology 咧都係攞 A 嗰啲人。嗰時我係小學生嚟㗎啫嘛。我家姐點解你成日都夜晚溫書㗎？跟住我家姐就話哦，因為我覺得夜晚嘅時候冇人打我，所以我係最做到嘢嘅時候。當你觀察到自己最適合嘅生活時間、最 productive 嘅工作方式嘅時候，唔需要聽人哋講話啊晨型人好好啊，或者夜晚做嘢好好啊，就係用你自己方式去做嘢就得㗎啦。因為最適合你自己嘅嘢就係最好嘅嘢。第6件事就係試下學識點樣拒絕人。喺我大學初期嘅時候，我已經隱隱約約覺得自己係一個討好型人格。嗰時嚴重到咧，如果一大班人笑嘅時候，我都會自己諗下啊，我係咪應該要笑？以至於後尾我出嚟做嘢嘅時候，我隔離 team 嘅人咧，永遠都將好多嘢交俾我啦，我老細又唔會拒絕，咁我自己更加唔會去拒絕。我 last day 嘅時候，我都仲加班咁樣幫一啲做嘢比較慢嘅同事做嘢。28歲嘅我都仍然繼續學緊嘅。第7件事咧，就係當你覺得孤單嘅時候，試下轉移自己嘅注意力去一啲比較 positive 嘅嘢。人嘅幻想力真係好強嘅，我哋好多時候記唔好嘅嘢，傾向係大過記啲好嘅嘢啊，所以永遠都要提醒自己，要記一啲自己擁有嘅嘢，自己感恩嘅嘢。我嚟韓國初期嘅時候，我就覺得啊，嚟呢個韓國生活真係太孤獨。但係明明上網就見到人哋獨居或者去旅居嘅時候就好快樂，咁點解我會搞成咁樣？其實大家都係住喺同一個韓國、同一個地球，大家睇嘅濾鏡唔一樣，所以適當咁樣壓制自己嘅幻想，大家盡量唔好諗一啲唔好嘅一面啊！我諗生活會快樂少少。第8件事咧就係唔好擔憂年紀嘅問題，因為我相信每一個年紀都有唔同嘅魅力。上網就睇咗張圖咧，就話當梁朝偉個樣冇晒皺紋嘅時候，你覺得有冇好睇咗？顯而易見咧就係佢越有皺紋嘅時候越有魅力。咁我覺得自己比起18歲嘅時候，我自己係好睇咗嘅。18歲嘅我係冇咁多故事可以 share 俾大家聽，好現在，因為呢一刻係你最年輕、最有精力嘅一日。第9樣嘢就要學識取捨，因為我覺得呢個社會喺我哋好細個嘅時候已經植入咗一個觀念，係用同一個標準去定義你擁有嘅嘢有幾多。譬如好細個嘅時候，我就要死記硬背好多唔同嘅生字啊、讀書啊。咁如果你高分嘅話，你就係一個醒目嘅人，你將來會好成功㗎啦。咁我去到大學嘅時候，我一直都覺得自己需要一個高薪厚職，然後出人頭地。去到後尾我都覺得自己揾到一個唔錯嘅幾 professional 嘅工作，但係要 quit 我份正職嘅時候，我覺得好似喺我腦海之中硬生生咁樣將成個制度抽離剝除出嚟。坦白講啦，我而家嘅收入基本上係我同齡裏邊最低嘅，但係當我每一日起身嘅時候，我都真係充滿動力做
做緊自己想做嘅嘢嘅。其實何嘗唔係一種成功咧？第10樣嘢就係試下多啲同你身邊嘅人表達謝意嘅。我嘅幼稚園、中學、小學咧都係同一個社區裏邊，即係我約朋友出街咧係一件好簡單嘅事。到我嚟到韓國之後，我就發現唔係你 send 個 message 咧就會朋友即刻彈出嚟。而家科技好發達，你一個 FaceTime 你一個 message 都已經足以同你嘅朋友繼續保持聯繫。第11件事就係好多嘢係因為你相信你先會見到，你先會做到。我記得我拍第一套片嘅時候咧，我係剪咗10幾個鐘出嚟咧，得一個 view，嗰個 view 仲係我自己嚟嘅。當你真係衷心咁樣相信嗰件事係會得，同埋你全力以赴嘅話，我呢個世界點都會俾啲成果你。第12樣嘢就係你要同時去修練自己嘅外功同埋內功。外功係指自己喺呢個社會上安身立命嘅技能，內功係指自己嘅思維同埋表達能力。呢樣嘢係根據我嘅觀察得出嚟嘅結論嚟。咁係我朋友嘅親戚，佢嘅智商係好高，中學嘅時候已經跳咗幾級。好細個嘅時候，其實佢可以自己同自己捉棋啊！呢樣嘢係我覺得高智商嘅人先會做到嘅，因為起碼我做唔到。佢跳咗幾次級，佢嘅表達能力唔係好夠，所以喺成個社群裏邊，佢唔係好識得點樣同人溝通同埋合作。而家都30幾歲，但係佢冇因為智商而得到任何優勢咯。俾我嘅感覺就係一個普通人咯，你已經冇咗細細個嗰時嗰個靈動感。所以如果真係要生存喺呢個社會裏邊，我覺得你需要有一個好硬嘅，令到你可以賺到錢嘅技能。另外都唔好忘記去訓練你嘅表達能力同你嘅見識。雖然未必可以短時間有效果，但係佢絕對會影響到你喺一個社群裏邊嘅生存能力。第14樣嘢就係當你做重大決定嘅時候，試下參考一啲由古至今認證咗嘅一啲 theory。當你冇呢個認知或者冇經驗嘅時候，你未必可以做到最啱嘅決定。你想學乜嘢，你想做咩決定，其實前面都一定有個人係做咗㗎啦。你去睇下佢哋嘅生活，或者睇下佢哋而家個狀況係點樣，你就可以做一個更加啱自己嘅決定。第15樣嘢就係人唔係活喺過去，你擁有嘅嘢就係現在同埋未來。人生咧其實由80歲命嚟講咧，係所有嘢都係 ing 緊。你唔會因為你一個決定而令到你嘅人生直接玩完，做好今日應該要做嘅嘢，然後好好咁計劃你嘅未來咧，你嘅過去係可以改寫嘅。譬如我嚟韓國初期嘅時候，我覺得自己係超級後悔，同埋做一個超級錯誤嘅決定。但之後當我慢慢咁樣擴建自己社交圈，適應咗當地嘅生活節奏之後咧，我就會覺得呢個決定都唔錯。你而家行嘅每一步咧，其實都喺度改寫緊你嘅過去同埋未來。16樣嘢就係要甘於平凡。呢個世界就好似金字塔咁樣，總有啲人係特別出色，總有啲人咧係要充當住一啲比較平凡啲嘅角色。我覺得 social media 成日都好 emphasize 咗每個人都有一個好精彩嘅人生。其實呢個世界咧，有人係會想去組織家庭，有人係會想幹一番大事業。我覺得兩樣嘢都冇乜大嘅衝突，唔好俾 social media 洗腦。其實人咧唔係每時每刻都係好精彩嘅，每個人都有好平凡嘅一面。唔熟我嘅人咧會以為我日日都喺韓國活得好快樂開心，其實完全唔係呢件咁嘅事啊。韓國嘅生活咧有60% 咧同香港冇乜大嘅分別啊，甚至更加多家務去做。平凡咁樣生活，平凡咁樣組織家庭都幾快樂啊。其實第17樣嘢就係試下撮合你嘅心同埋腦做朋友。人好多時候有壓力嘅係因為你個心唔係好想做呢樣嘢，但係你個腦理智上清楚地知道你要講喺某個 deadline 之前完成呢樣嘢。如果你清楚地知道你個心係真係好想做呢樣嘢，而你個腦係為你個心服務緊嘅話咧，你嘅壓力會消減好多。我都相信咁樣嘅做法咧，會令到你事半功倍嘅。第18樣嘢就係要接受自己嘅好同壞。當你好努力咁樣掩飾自己缺點嘅時候咧，反而會更加多人注意到，而成為咗你真正嘅缺點。有時候缺點咧係好睇人點樣睇嘅。譬如我見到有啲人咧就係好怕醜，唔係好主動同人傾嘅人。偏偏呢一類嘅人咧，其實我成日都覺得佢哋嘅精神世界係比較豐富。有好多我嘅朋友擇偶嘅時候咧，都講到明係要需要啲腼腆啲嘅人。因為喺你眼中嘅缺點，其實分分鐘可能係人哋嘅優點，需要過分去掩飾，亦都唔需要去過分 emphasize。第19樣嘢就係呢個世界冇咩係一時定生死嘅。你今日做得唔好嘅嘢，咁聽日咪做好啲咯。自己都係不斷犯錯嘅人，人生咧係冇試過做一樣嘢咧，或者計劃一件事嘅時候咧，起手就已經成功嘅。每一次都係失敗下先，最係一個好大嘅失敗。所以容許自己犯錯，喺錯誤學習嘅嘢係比成功多太多。如果你嘅生活而家係一片混亂，咁請你好好咁樣打理好自己，強迫自己作息定時，起身嘅時候好好咁梳洗自己，未必係令到你可以即時解決到個問題，但係至少令到你感覺良好。你自己嘅思緒靈魂就係你解決問題嘅核心。當你好好咁樣打理自己，你嘅心態變得平衡翻嘅時候咧，問題咧通常都會好快
就可以得到解決㗎。21，唔好做太多分期嘅嘢，係好唔中意分期付款嘅，因為當你還錢嘅時候，其實剝奪咗你好多人生嘅樂趣。還出去嘅時候，你通常都會做一個好唔明智嘅決定啊，或者我又要做另一樣嘅分期咁。而且覺得金錢喺某程度上都真係會影響到大家嘅幸福指數。如果可以嘅話，盡量唔好分期，盡量唔好借錢。第22樣就係唔好去睇低任何人，你唔知會唔會下一刻嗰個人就係你自己。可憐人都未必係有可恨之處嘅，純粹可能就係佢遭遇不幸。當你個腦海不斷去諗呢件事候咧，我相信你係有一個腦電波射去呢個宇宙，而呢個宇宙咧係會反彈翻俾你嘅。機會當你睇低嘅時候，你就會做嗰一類嘅人。第23樣就係語言能力唔代表你能力嘅全部。我喺外地遇到好出色嘅人咧，佢哋嘅英文能力都係有口音嘅。放心，語言只不過係攞嚟同人溝通嘅一個橋梁啊，大膽去講，最緊要表達到你想要表達嘅嘢。法國你曾經同我講過話，佢發現英文好嘅地區，尤其是亞洲嘅地區啦，佢哋係更加唔放膽喺白人面前度講英文。喺韓國咧，其實我哋曾經咧見過有啲家長咧見到法國仔係一個白人啦，佢就會特登走過嚟啦，同佢嘅小朋友喺附近突然間只係喺度講英文嘅，都有懷疑過啊，佢哋係咪特登過嚟 show off 佢哋嘅英文啊？作為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咧，係完全理解唔到呢一個諗法。如果你嗰樣嘢做得唔好嘅話，就唔好出嚟獻醜。但係語言嘅世界其實唔係咁樣運作嘅，如果你唔放膽去改，你唔用佢嘅話，係永遠都唔會改善到你嘅語言能力。語言本身嘅構造唔係攞嚟攀比口音，而係攞嚟同人溝通啊嘛。畢竟每個人嘅背景唔同，有啲人就係從細屋企就係有一個人同你講英文，有啲人就係只喺學校裏邊學習英文。英文好又唔代表特別叻。第14樣就係接受失敗係常態，付出咗100% 嘅努力，唔代表會有100% 嘅收穫。咁樣控制到自己可以控制到嘅地方，然後釋懷一啲你根本就冇辦法改變到嘅嘢，轉去你當時嘅年紀同埋認知，其實你做多一次你都係會失敗咯。25就係幫多啲人啦，因為所有你幫嘅人咧，最尾都會反彈喺你身上。冥冥之中可能你發覺唔到你做嘅好事，人哋會察覺，可能呢個世界就會幫你去度過好多唔同嘅難關。呢樣係我親身經歷過嘅嘢。第26件事就係唔好停止去學習新嘅技能。喺我見過最叻最醒目嘅人裏邊，佢哋都有一個共同位，就係佢哋冇停止去學習新嘅技能。以前我係上班族嘅時候咧，有一個好厲害隔離 team 嘅，乜都解決到嘅一個同事，佢突然間話同我講話 last day，我話咁點解你會走？佢同我講話，因為我覺得我已經學夠晒所有嘢啦，喺度要 move forward 去下一間公司學其他新嘅嘢。同大家提啊，我準備重返校園讀韓文啊，咁之後我再拍 vlog 俾大家睇。就第27件事就係要學識儲錢，但係都唔好對自己太苛刻，一定要養成儲錢嘅習慣，因為你唔知道有咩時候你係需要攞呢筆錢去應急嘅。有時當你自己生活嘅時候，你冇錢嘅話係全部難行，但係錢係需要流動嘅，流動嘅錢先可以令到你帶嚟價值嘅。工作完之後不妨用啲錢去慰勞下自己。第28樣嘢就係該玩樂嘅時候請你盡情玩樂，該工作嘅時候要好好工作，唔好將兩樣嘢去混淆得太緊要。呢啲咁嘅平凡人就係努力工作努力讀書，就係為咗休息嘅時候可以開開心心咁樣休息，退休嘅時候都有筆錢去傍身。因為如果你連休息都有內疚感嘅話，你係將成件事本末倒置。最後啦，就容許我自私啲咁樣同過去同埋將來嘅自己講翻一句啦。時間係不斷咁樣流動嘅，冇人可以成世都咁後生年輕一輩子嘅。但係你有個選擇權去選擇，保持一個年輕嘅心。相信呢個世界有好多美好嘅事，選擇幸福地過好每一日。講完啦，而家係早上11點，下晝我都會繼續剪片同埋繼續工作。我哋就暫時講到咁多啦。祝我生日快樂！如果中意睇呢啲片嘅話，就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comment 啦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